一句用上帝国的诗来辩论苦劝。若是有几若人硬心毋顺坦，当众人面前诽谤，即个路，保罗就离开因，约互学生甲因三离，就伫吹力路的学堂日日辩论，亲像安尼2年久，直到踮伫亚细亚的人，无论犹太、希利尼，拢听见主的道理。在节，上帝用保罗的手行罕得有的权能，甚至有人对伊的身躯摕手棍，也是卫生巾，下伫病人的身上，伊的病就退去，恶神也出去。煞者来看第20节。第20节，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，有亲像安尼。搁来读第23节。当时为着主的路有起大扰动，因为有军腔名底米丢，兵数做阿底米的文刊，伊互做即号工的人趁钱无少，就组织因以及趁即号食的人讲：大家，恁知咱挖苦即个手艺来趁钱，当即个保罗毋若伫以弗所，也差不多变亚细亚。用伊的款面来威胁侪人，讲手所装的毋是神明，这是恁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亲像安尼，毋若咱即号工业危险，互人看轻，就大女神阿底米的庙也要互人目底无，搁变亚细亚甲天的所拜的阿底米，要失伊的威风。因听见就大生气。叫讲，大以弗所人的阿底米通城扰乱，已经掠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甲阿里达古，就当心溃入气远。煞者来看第20章，第20章25节到35节。第25节，我平素四过行。伫恁中间传上帝国，但我知恁众人无顾见我的面，所以我今仔日对恁做干净。若有人沉沦，我无责成，因为我袂捌羞愧，无用上帝旨意，一真甲恁讲，恁着家己谨慎，也着谨慎专群。圣神伫因中间设立恁做监督。来照顾上帝的教会，也是伊用家己的血所得到的。我知我离开了后，会有凶恶的豺狼入恁中间，无少羊群。第30节，佮对恁家己的中间，嘛有人起来讲逆你的话，爱引诱学生趁伊，所以恁着警醒，纪念我3年的久。面日无煞，流目屎来警戒恁逐人。当我将恁交托上帝，甲伊稳定的道，是为建立恁，互恁得到业，伫拢总诚信的人的中间。我袂捌贪人的银、金、衣服。恁家己知，即2只手有攻击我的欠用，以及甲我敌对的人，我凡事做恁的模样。用安尼着磨来扶持软弱的人，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，互人会比对人摕的较有福气。以上，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。题目是报道开拓教会成长，报道开拓教会成长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必听到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伫主里有福气的来敬拜你。阮恳求你，赏赐我有谦卑敬敬的心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；赏赐我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继续咱的教会起造的第6讲。当然，之前使徒行传咱已经为头讲到尾个，咱只不过即边利用7遍的时间，将有关教会起造的部分咱个提出来看。
毋茫咱会当搁较认捌教会，也了解讲要参与伫教会起做。咱伫过去即个已经讲过即个6讲过是，包括教会建立、教会是成长、教会扩展、教会定军，以及教会即种扩展。今仔日咱要进到伫教会的成长。到后会先过一个教会变咱来讲团。但咱伫来复习一个，头一个教会起造是安怎建立起来？是因为圣神会充满以后才有可能。使徒伫5旬节圣神充满以后，出来传道理，才有遮侪人有4000、有5000人伫遐来相信以后，成立这个教会。然后这个教会中间，因着顺服伫即个圣神的带领，建立一个整全的教会。就是迄个教会功能非常的完整伫咧，不管是对外对内，拢总爱有即个功能伫咧。就咱产生咱教会5大功能的即个意思伫咧，爱顺服伫教会圣神的带领。咱看伊教会建立起来以后，是伊并毋是开始平顺，以后真侪这困难伫咧，嘛有对外面来即个迫害，遐犹太教的人，因着伫迄所在有即个迫害伫。但是使徒因伫遐讲，我伫顺探上帝，还是要顺探人，就伫迄所在，因知爱顺探是上帝，毋是人，就受到祝福。教会就伫迄个所在成长。当教会受到迫害，毋是干对外面来，嘛有对内产生的即个纷争伫咧。伊开始人做起来，但无办法做到真公平的即个对待的时阵，伫遐开始有即个抱怨伫咧。但是加在即个使徒有智慧，因就来解决。教会就更较有同心，上帝道理就得到兴旺。当因要安怎将即个教会伫即个所在伫遐来成长就好，还是伫遐开始要安怎来传到别位去？若无即个代志发生，因可能是干那伫原来所在，隔一段时间再开始传出去。但是有迫害伫迄所在开始发生，司提反伫遐受石头钉死，即个人即个学生就开始四散去逐个所在。但事实上，迄逐所在毋是秘起来休困，也毋是伫遐佚佗，因乃是顺服主的大使命，有万百姓诚做伊的学生，因伫迄所在去到倒一个所在，就开始来传福音。咱看见教会开始伫遐来拓散到伫逐个所在去。当教会伫迄个所在要安怎定军伫个时阵，咱看见因为像保罗，伊本来是要掠即个基督徒，但是受到主的警调了后，伊就伫遐完全的违心。咱看哥林多后书所在写着，伊安怎受迫害，去互石头钉，去互人拍，去互人关监，有海难，就等等遮个事，但是伊拢总无退步起来，伊完全的违心伫咧。伊当初要受主警调的时阵，人拢惊伊是掠即个基督徒的，但是迄阵即个阿拿尼亚即个平信徒，愿意顺服伫圣神的带领，去为着伊祈祷，咱就看见保罗受到警调，伫遐最好的工，教会就伫迄所在定军得到兴旺，需要有遮违心的人伫。那教会违心安尼就好，还是就要去开始去传到别个所在去？咱看见要同意别个所在，你需要爱搬过你迄个区属伫咧。迄个束缚伫咧，有文化问题，有等等遮个问题。咱伫使徒行传第13章看见安提阿教会开始有人传到讲希腊话的人，然后因伫禁食祈祷时，圣神甲因启示是爱找见保罗甲巴拿巴去传福音。即两个是当初安提阿教会上个重要的人物，但是因愿意伫迄所在顺服，咱就看见教会开始来拓展起来。拓展时需要。爱跨过，爱超越过你原来几个观念、传统、偏见、即个固执，以及保守的心态，佮用谦卑的心领受圣神的带领。那教会开始扩展到倒位去的时候，要安怎伫迄个所在，佮开始要佮得到发展？直接要互咱思考的问题，就是讲教会已经知影讲，我会使突破即个文化，即个物件我拢突破了啊。但是我变哪搁较大的成长伫咧。咱有可能想着讲，有一种叫做 mega church， 就是讲即个是万人的即种教会，就是这教会愈大愈好，敢若mega 一个吼。即咱的电脑内底讲几咩，就是咧讲即个物件 mega， 表示讲迄个教会非常的大伫咧。到底是爱安尼一个教会，诚做是真大的教会，还是应该到逐个所在伫遐来
佢哋开拓即个教会。我相信咱台湾基督长老非常清楚即种理念伫咧，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的所在有1200外间的教会，差不多所有乡镇内底拢总有长老教会伫咧。但是其他的教会教派差不多无一个是超过100间的，因电脑是追求一个教会会当几啊千人，安尼诶，即种情形就是较属于每家少是。即个毋是咧讲倒一项对，倒一项毋对。我想这是大家理念无共款的问题点。咱长老教会是毋茫讲每一项去到倒一个所在，你拢有教会会当组织，会当得到牧养伫咧，所以再用即种观念伫。所以长老教会差不多无一间教会是真大间，大概是将近1000人左右若定。这问题我嘛伫小会中间捌伫遐参加来讨论着，咱教会应该安怎？继续伫即个所在，互伊大起来，佮2、3千人拢无要紧，咱加几场礼拜就好啊。是安是要安尼？还是咱开始爱伫迄个所在去甲别位所在开拓教会伫咧？牧师的观念是认为讲，咱人因为人的关系，人有真侪即种人甲人中间的团队服侍等等，这个问题是可能有一个期限伫咧，可能有一个限制伫咧。啥物到差不多1000人左右就好啊。你超过1000人，甚至组织变大起来，你开始足侪问题，你袂去注意到，袂去关心到，然后呢开始有即种，像是早时初代教会就有即个无共款的声出来，所以这可能毋是咱意来去看到，所以毋茫讲，咱开始会当伫迄所在，将即个何况即个讨论的所在，会真少一个教会也无真侪，所以咱就开始来想着讲，咱要庆祝50周年的时，咱是毋是爱来开拓一间教会？咱才开始有即个加光福音中心开始伫遐出现。咱的想法是应该是用即种伫迄个所在开拓教会即种方式，伫无共款的所在。初代教会到底安怎？初代教会，咱想讲，咱已经距离初代教会差不多2000年啊。咱即个教会，咱台湾的即个福音安怎传来？咱开始思考，发现讲，哦，原来是对苏格兰来，南部为苏格兰来。北部是对加拿大来，加拿大甲苏格兰是为倒来？哦，加拿大原来为苏格兰来，苏格兰为倒来？原来是为这伫即个加里文的时阵，有人一学生倒转去，John Knox 倒转去时，伫迄个所在来设立起来。啊，福音对原来就是安尼，有人愿意伫迄个所在领受，愿意开始想办法要去别位去传福音的时，福音就安尼会当来传开。初代教会原来就是安尼。那你要为今仔日所看的这圣经在中间来学习到初代教会安怎来成长，要诚做咱的帮助。咱关于保罗伊用方式是啥？伊就是旅行的报道。伊开始去旅行，伫迄所在到倒位去，就伫遐来传福音。咱看见讲保罗伫使徒行传13章的时，因伫禁食祈祷中间的时，几啊人禁食祈祷的时，听见即个信心甲因讲，爱找个保罗甲巴拿巴出去。因就伫迄所在禁食祈祷欢酒了，就找客因出去。因开始伫迄所在传福音，开始头一摆的旅行报道。咱即摆咧想讲，咱若要去美国，足简单的10几点钟就到，虽然10几点钟真久，但是咱想看嘛，以前要去美国爱坐船，爱坐2-3个月船才会当到。搁较早以前的这是迄个。西元100年以来是，迄阵要安怎去报道？保罗是伫主后70年左右伫遐来宣教，所以这代志发生大概是40-50年，自后145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根本就无飞行机，无啥物真便利的高铁啥拢无，因都爱去要去报道是行路，上爱做是坐马车那定。所以是真无简单的人，但是保罗决定要用这种方式，伫迄所在去来开拓这个教会。咱看见头一摆这个旅行报道，伊去到伫即几个所在，也可能用地图来看，可能更较清楚。伫即几个所在嘛，发生几项代志。伫古比路，伊伫遐会是一个行法术的市面。伊到伫即个比西底的即个安提阿的时阵，遐犹太人开始毋愿，就开始即个叫这证人伫迄所在甲呢挑动以后，因就伫遐来赶保罗出去，一直到伫以哥念，还是到罗斯德，拢共款。即个犹太人一直缀保罗去到倒，因就去到倒，伫迄说
所在来破坏保罗所要做的，甚至保罗伫遐拢用顶石头，敢若已经看起来敢若是死去，因才来离开的，无拍算保罗就伫迄个所在徛起来。所以咱要来看即个地图，看是可以较简单者。即个有开无？咱看即个地图，即张地图有较大张吼。Hello， 喂，咱看即个所在。这所在是地中海，咱非常的清楚吼。过这个是爱琴海，过这爱琴海这边就是欧洲，这边是亚洲，这个所在看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个是西海。所以咱咧咧看见耶稣传福音，就是伫这个所在，即现在这加利利，佮正面去，这就是大陆开始去到遐，这是亚洲的所在。保罗头一摆的传福音是由伫这个安提阿开始，因坐船到伫古比路。到遮上船，行到即个安提阿，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到以哥念、罗斯德，到特比，然后佮摕倒转来，佮坐到伫安提阿的即个所在。咱看见伫迄个所在发生的即个代志，其中有可能较大、较无遐清楚。咱看即较大张的，即原来是共款的图，互咱更较清楚。安提阿是伫即个所在，而且耶路撒冷是伫真下骹的所在吼。即个古比路即摆叫做塞浦路斯吼。咱看见即个保罗伊伫第一次即个了时阵，伊倒转到伫原来安提阿所在时阵，过无偌久，伊马上感觉讲，我需要搁倒转去坚固遐教会人的心智，所以开始伊第二摆的即个报道，伫迄所在搁去甲因建立宣因张罗出来，互因会当组织搁较健全一点。当伫即边的时阵，因要出发的时阵，发生一项代志，就是马可。有一个马可当初甲保罗、甲安提阿甲即个巴拿巴出的时阵，伊到第一站，伊就伫遐来离开啊。可能是挡袂牢，还是啥物原因毋知，伊就离开就。所以保罗非常袂当理解即种代志。所以第二摆巴拿巴要搁带马可出去的时阵，保罗伫遐拒绝，伊无愿意要带马可出去。所以两个就分开，一队会宣报道会队变做两队去，就伫迄个所在，保罗找即个西拉甲提摩太做去。虽然咱看好是无好代志，其实嘛是一个真好代志吼。因为一队变做两队，开始伫无共款所在，伫遐来传福音去。因去到倒一个所在，就去到原来去的所在去行一遍。伫迄个所在，伫即个圣经甲咱讲，因伫遐的教会的信心哪坚定，人数就哪来哪加添伫咧。然后因行到一个所在，伊发现讲伊想要上北，也受到阻止。因为伊个向西嘛受到阻止，因就一直行到即个海边的时候，迄是特罗亚的所在，伫个所在，伊听见一个异象伫咧，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伫咧，伊就行过即个爱琴海到伫欧洲的所在，头一个城市就到伫菲律宾，伫菲律宾所发生的代志，伊嘛伫迄个所在，因为赶出一个即个查某囡仔，伊穿过上的即个鬼的时阵。害即个主人伊无办法透过即个查某囡仔会当伫个所在来趁钱，就受掠去用关押去。但是保罗嘛，因为安尼，互迄个关伊的即个家，迄个固守伊的人规家伫遐来信主。那即换地图，咱会当为地图上甲来看。第二摆即个报道是为即安提阿开始，经过大数到伫所在。原来第一摆所在，搁伫即个所在地来坚固因的信仰。伊本来要上北，但是这圣神阻止因，因着往西边行时，要到伫遮时，圣神搁阻止因，讲耶稣的灵阻止因，伊就到伫即个海边的所在，即德罗亚的所在，伫遐有即个马其顿的呼声，即个所在就是马其顿啦，欧洲即个所在，有一个呼声讲过来阮即个所在。保罗看这好，这是圣神的景调，因就透过这个爱琴海，然后到伫第一站就是到菲律宾，搁落去到帖撒罗尼迦，到这个比利亚，搁到伫雅典，到伫哥林多，然后倒转来。我想这个地标咱拢非常熟，因为伫新约内底，保罗写真侪批信倒转去互因。保罗要写批菲律宾书、以弗所书、帖撒罗尼迦书、哥林多。前书甲后书伫咧，伫这所在就是保罗，这是第二摆伊的即个传福音的即个路线伫咧。
当保罗伊到伫即几个所在时，嘛有发生代志。头先伊到伫即个帖撒罗尼迦的所在，伫遐连续3礼拜，伫遐来传福音，信的人真多。佮到伫即个比利亚吼，伫遐嘛受着搅扰，即犹太人一直缀伊伫咧，一直甲搅扰吼。到雅典期时嘛去传福音，佮到伫哥林多停较久，停1年6个月，伫遐经过即个教会甲即个训练，即个门徒。保罗到一个所在去，拢做这共款的代志。安怎互因坚定因的信心？安怎训练因的学生？安怎组织因起来建立长老？就互迄个所在会当徛在迄个所在继续来传福音的人。保罗伫哥林多有较久，1年6个月，所以咱看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就是遐个人有发生代志的时，伊就来请问即个保罗的时，保罗就会当甲因讲，然后。伊就佫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，甲倒转到伫安提阿，咱对拄着迄个地图已经看见。代志还袂煞，保罗伊的政策就是要用旅行报道，2摆了还无够。虽然早是非常的艰苦，即爱拢行路，不是干那买车尔，甚至咱会记咧顶回讲着，讲保罗讲我身上有一支刺伫咧，我祈祷3摆拢主拢无甲我刷掉，到底这支刺是啥物？啥物骨刺，还是啥物件？大家拢怀疑，但是咱拢无答案。但是大部分学者拢认为讲，即个刺真可能就是保罗得到疟疾。即个疟疾是因为伊伫土耳其、土耳其的即个高原，土耳其是高原的所在吼，所以真寒冷，所以真容易伫个，佫是行路等等遮，所以伊身躯无好。再看见讲有一个路加医生爱缀保罗伫遐来报道，就是安尼。有一个医生一直缀保罗伫，就是要看过。咱看见遮尔困难的，保罗无放弃。第3摆无久，伊就佫第3摆旅行报道，伊就去原来行过所在，佫伫遐继续大家帮衬，然后去到伫以弗所。当然，即边毋是讲到以弗所，咱地图会当看见吼。但是咱要伫以弗所所在停留一下吼。咱看见，这就是这一个安提阿开始，一直到伫罗斯第15年，才咱经过，然后直接到伫以弗所，最后去到伫原来行出来，佫行倒转的，到伫哥林多，佫踅倒转来。但是要大家注意的是，这个所在，伊倒转来时无经过以弗所，经过到米利多，然后经过。但是伫这个所在，伊要求以弗所的长老到伫米利多，甲伊3个见面。较等下讲到即中间有发生什么代志，即个所在嘛毋是真近的地，即个距离的，因嘛是爱行路，还是坐迄个马车才会当到。但是以弗所的即个长老有去到伫所在，甲因3个见面。咱3个要来学习讲，保罗伊伫以弗所做甚物？互咱看见教会要安怎来成长。以弗所伫保罗的所在，伊伫遐开拓即个教会，伊伫迄个所在为会堂开始来传福音。但是迄个所在有别人甲伊阻挡，疑心毋相信，佮要诽谤的时阵，保罗就刷所在到伫即个吹纳罗的即个册房，伫迄个所在开始来辩论。安尼拢总用偌久？用2年的时间。即2年有啥物结果无？有，叫住伫迄附近的人，拢总有听起主的道，无一定相信，但是至少拢总有听起。上帝嘛借着保罗行神迹。行即个技术伫伊身上，讲伊即个手棍啊，还是即个卫生棍，若去摕着伊卫生棍，手啊，伊保罗咧做啥物？大爆房啊，对无？所以伊定定为一个卫生棍，伊毋是咧煮饭啦吼。伊卫生棍的时，就是咧做工的时阵，伊穿条咧用迄摕去下咧病人的身上，病着安那就好起来。甚至有即个邪神嘛来离开伊，看上帝照着伊所做这工。有人看讲保罗甲奉主耶稣的名，就会当伫迄个时代赶鬼，就一个祭司头叫做士基瓦吼，伊的7个囝呢，原来想着讲要照耶稣的名去赶鬼，结果去赶鬼的时候，迄鬼甲讲耶稣我捌，保罗我捌，但是恁是啥我毋捌呢？就颠倒甲伊捌，甲伊制服，就即个受鬼附身人，就拍因，拍到因脱肉体，然后受伤来离开去。这个代志毋是干那几个人知，是伫以弗所人拢总知影讲，这几个去用关掉的，以及保罗做即个神迹，拢总互人知影去。所以知影这代志了后，因就开始一方面
敬仰敬畏，一方面主的名就开始伫安尼来传出去。咱看见啊，主的迄个时阵，这传出去了后，真侪信的人，特别遐行邪术的人，因就将因所有本来买册等等这物件，拢集合起来喏，伫遐甲烧好无去。伫遐圣经讲，因伫遐计算遐摕出来烧的物件，达咧5万银伫咧，迄是一个真大的数字伫咧，表示讲因真决心。因信了耶稣，伊也知耶稣才是真正的神。这拢因所本来这拢是邪神，原来有能力，但是能力有限，所以伊要来信上大的这个神伫咧。所以因伫这个所在来悔改认罪，咱看起的结果，这使徒的作者路加伫遐写讲啦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过来得胜；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。你若咧看使徒行传。啊，甲路加的时拢定定看见，过一段时间，伊就写一个当时的情形是安怎？这是医生咧写病历的这种功能吼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伊就写讲，即摆情形是安怎？互咱知影讲啊，迄阵到底是安怎？所以使徒常常会写起讲，迄个时阵安怎？主的道大大兴旺伫咧。咱来个看见讲，迄个时阵。有人受到伤害无？有，今仔圣经在甲咱讲到，因为福音兴旺的时阵，迄个起做咧做偶像的人，伊受到伤害，因为生理开始无好起来，因遐一拜一个神叫做雅底米的即个神。最近雅底米的即个神的人，即个师傅伫遐因的生理受到即个影响，因着伫迄个所在开始来鼓动即个正人。讲安尼落去，毋但阮的生理受伤，连咱的神嘛受到安那，咱的庙受到忽略去啊，咱的神嘛已经受到伫遐看无去啊。这正人听到安尼以后，就开始伫遐大声发个，大有所的雅底米，伊毋知影发这是咧发啥，就讲因的神啊，我的神是遮尔啊大啊，就伫遐鬼声，伫遐咧轰动起来，毋但安尼神，搁去掠，要掠保罗，结果掠无着，掠着伊的同伴。逐人组织伫迄所在，搁伫遐继续咧发，敢若发即句呢，讲会当发2点钟，大声伫遐叫讲大有所的雅底米，安尼发2点钟安尼。咱看起是因对因家己所知影的，无伫迄个所在熟悉，因说落讲啊，因根本都毋知咧发啥物，毋知影是为着啥物来咧组织伫迄个所在咧乱。迄个时阵，迄个城的即个书记官才来叫因安抚因，叫因就爱离开。若无离开的时，罗马政府可能派兵来，因为因敢若咧暴动共款。咱可能对即个雅底米无讲真了解。对我会记哩几啊年前，咱咧讲使徒行传时，我提起的这是咱的高志尊老师因拄仔要去迄个所在，所以伊有拍几领相，伊倒转来摕互我吼，甚至嘛有摕一个细长的即个雅底米的相伫咧吼。我今仔无摕到伫咱中间，但是咱看即个相片就会当看出来吼。即个是即间神庙已经无剩一支条啊啦吼，较咱会看见吼。所以伊个这是伊的迄个模型吼，即个模型的所在咱看，即厝顶才有一空一个吼，即个空来位顶头看，即拢是条啊，即一支条啊拢18至19公尺哦，意思就是即个庙是至少6、7层的悬度的，真大间的一个咧吼，真壮观的咧吼。为顶头看落时，内底就即个女神的即个形象伫即个所在。那为头前看的时是安尼，拄好会当即个个会当看位顶头，即位顶头照落就是安尼吼。所以因的设计是真安尼庄严，感觉因即个是非常的，即样需要因伫遐来敬畏啊。当然你看即个相看无真清楚，你会当看较清楚，即个是伊的相吼。你通感觉伊个身躯才足怪无？这拢啥物件？伊拢伊的乳房，因所摆即个神，就是会当，敢若讲会当启发因，会当互因的物件足兴旺的，因所种造物件拢兴旺，这是一个丰盛的即种神伫咧，所以因甲做出来是安尼。因想象中间感觉因的神就是爱亲像安尼，会当启发所有的人，会当互因的即物件得到丰盛吼。然后咱看因最后存在是。这就是目前这间庙所存在，剩这个条那点吼，
边仔的所在，咱看见这边仔嘛拢是些荒凉的所在吼，荒凉的地方吼，遮拢草啊，遮剩即几条伫地，即几条，我相信嘛是已经倒人搁甲采起哩吼，会当知影讲啊，边仔有一个牌啊，写讲这就是早时的迄个阿底米的即个庙伫咧吼，互因会当纪念伫咧。当互咱这看这个时，是要互咱会当搁较清楚讲，圣经底下咧讲的到底是啥？不管是地图也好，即个互咱会当去想象讲，早时保罗因安怎经过对这种辛苦去到位伫遐来开拓教会，然后伫迄教会，伫迄所在会当来成长伫咧。咱要看伫以弗所的所在，这是倒转咱要看以弗所发生的这个代志。因伫遐安怎成长，咱若透过。咱看即个，他拄仔已经讲过吼，保罗去的时去，伫遐住2年，然后倒转来因无到伫以弗所所在，伊是去到米利都的所在，连邀请以弗所长老来伫迄所在甲因讲话。伊讲的话的时阵，咱若认真看，咱会感觉保罗实在是足用心的。而且讲这段真长，所以我有甲整理起来吼，就是讲头到尾，甲恁怎样我服侍主，凡事谦顺。凡有即个利益的，我袂捌求过，无甲恁讲，就是毋捌囥起来，无甲恁讲吼，来教示恁。若是我无掠性命最要紧，来看做宝贵，独独是要尽我的路站，甲对主耶稣所受的即份来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。佮煞佮讲，我袂捌求过。就是无囥起来无讲吼，无用上帝旨意一真甲恁讲，所以恁着警醒纪念我3年的久，暝日无煞，流目屎来警戒恁逐人。当我将恁交托上帝甲伊恩典的道，是为建立恁，互恁得到业伫隆重正诚的人的中间。我凡事做恁的模样，着安尼着磨。来扶持软弱的人，搁着纪念主耶稣本身的话，讲，互人会比对人提较有福气。这圣经在记载伫咱拄仔所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18节一直到第35节所在。咱毋知会当发现着无？即个以弗所教会，伊安怎要来当诚做是一个真？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时阵是一个真会当得到发展、得到成长教会。原来就是保罗伊的付出，所以咱伫遐看见讲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伫遐咧甲伊吩咐的，咱能看出讲教会建造甲即个成长哦，是关键是伫这牧师啦、长老啦、执事啦、小组长啊，这教牧的同工的身上，咱看见是安尼。当然背后的时，因离开的时，就开始看见是安尼，遐会友的参与，的即个支持等等，才会得咧。咱看见讲，即中间有秘诀伫咧，要安怎有即个教会成长？而且至少有几项秘诀。头一项是安，性命爱来建造性命。保罗伊讲，我会做人安怎，恁拢知影。我用安怎谦卑的性命来服侍恁，所以用性命来起造即个性命。第二是啊，用流目屎。伫遐保罗讲，我3年久，暝日无煞，流目屎来警戒恁逐人。伫迄所在。保罗为着要即个培育即个学生，常常为着因伫遐来流目屎。第三，伊伫遐已经温群有知识，伫遐全面来教示因。保罗的教面是全面的，伊伫遐讲我毋捌开价，无用上帝旨意一真甲恁讲，我无空捌啦，我拢总甲恁讲，是有真有智慧的，伫逐人正人面前来讲，嘛伫个人的时，嘛个人厝里来讲。即真温群3年内底无久无停，伫迄个所在咧教示。第四个秘诀是啥？伊微心，伊伫遐讲，若是我无掠上性命最要紧来看这宝贝，独独要尽我的路站，甲对主耶稣所领受的即份伫咧。伊伫遐受鞭拍、受头钉，伊拢无退后，伊就是伫迄个所在微心，全部微心伫即个所在。伊讲伊无惜伊的性命。伊就是要来完成即个任务。第五是啥？伊伫遐诚做因的即个模范伫咧。伊讲我凡事做恁的模范。咱可能讲到即个啥物真骄傲的，因也无讲用主耶稣做伊的模范，顶多讲我凡事做恁的模范。
我相信咱若认真想就知，咱若定定咧讲，你着要用主耶稣做你的模范，你现在可能想讲，我哪有可能参与主耶稣啦？主耶稣是神的，我哪有办法参与伊安尼？但是今仔是保罗甲你讲，我是人，我甲你拢共款，但是我互恁做模范。我安怎为神？我安怎为着恁流目屎？我安怎做人？恁拢总知影。我毋望你会当掠我做模范。咱当看见对即个项内底，先看见一个教会要安怎成长起来时，原来是有人伫迄个所在专门咧为神的。伊安怎做人用性命来建造生命？伊安怎流目屎为着因来祈祷？伊安怎有真智慧全面伫遐来教示因？然后伊安怎为神，无惜伊的性命？伊安怎成做伊的模范的？其实咧看这个时，头一个我感觉即个讲就是咧讲阮牧者家己，阮有参像保罗安尼无？阮佫欠真侪的，阮真需要努力。今仔毋是今仔即所在咧讲，毋是干那对恁咧讲，是针对是咧对阮遮的委身的人，需要委身的人，包括咱的小委员、咱的中级、咱的小组长遮的，咱的牧师，有真正安尼无？咱为着迦南教会安尼，咱为着桃园的地区安尼啊无？但是是毋是安尼，就是咱所有会友就敢若无关系共款。无，咱嘛是有，咱会当诚做一个真正面的支持者、参与者的时，就当诚做整个教会一个帮衬伫咧。咱结论来看的时阵，你要来讨论你的服侍到底是安怎？保罗用3年伫以弗所伫迄所在来开拓，伫遐来建造教会，来装备学生，是初代教会会当得到伫遐来横向伫遐来发展的即种典范伫。真可能你看足简单啊，即个拢牧者的代志啊，伊爱去开拓啊，伊爱去建造教会啊，伊爱来共装备这学生啊。但是咱佫换一角度来看，咱若是诚做这学生，咱是诚做咱这教会会友的时，你愿意参与伫开拓？你愿意参与伫教会建造无？你愿意诚做迄个受人装备的人无？咱教会一年内底拢有几啊摆的装备的课程伫咧。咱的普通的会议至少2摆，咱的核心同工各有另外2摆，咱拢都有一4摆伫咧。咱佫常常伫即个礼拜中间时，咱拢有一4面小要理，一福音语言啥，即拢是咧装备咱逐个。咱常常嘛佫会介绍一寡册，互咱会当家己佫去读。你有诚做迄个受装备的无？一个教会要得到成长，毋是干那靠这专职的人，是靠咱所有的人。你佫会记咱以前？我是提醒讲，迄个达文西密码迄本册出来时，伫英国调查有50%的基督徒伫迄个所在信心，伊的灵心倒退，信仰伫遐咧游荡。你若受装备，你就知，迄个毋是真理啊，迄个是一种诽谤的啊。你若无愿意受装备，你就无办法。保罗用真侪精神伫迄个所在来咧装备遮，伊的结果是啥物？咱看见伫以弗所，甚至引起遐个无信的人，伊伫迄个所在来扰动伫咧。但是结果是安怎？主的道理大大得到兴旺。咱伫台湾的所在，那哪参像安尼？咱四周围大部分拢是即个所有的即异教徒、外邦人。咱若得到兴旺，因背后迄个神就无欢喜，绝对会引起真侪即困扰伫咧。但是咱会当坚持伫主的应该交托咱的即任务了。当参像保罗，伊非常的清楚，伊要做啥物，就是主互伊命令，互伊这使命，伊就要去完成。所以伊无惜伊的性命伫咧。咱会当参像安尼无？若袂当参像安尼时，咱教会就无办法得到来成长伫咧。以弗所教会得到成长，是因为保罗3年久伫个所在流目屎的即个成果伫咧。咱嘛真毋望。咱迦南教会，还是咱的桃园的地区，嘛会当大大兴旺，会当最后伫遐来讲，互咱会当得到业，哪参像拢总已经成圣的人中间，就是咱拢参与伫这上帝讲咧做这圣道的中间的一份子。你愿意诚做安尼无？还是别人去努力就好，甲咱无啥关系。后壁即张地图，咱看见讲早时伫。伫土耳其这所在的即个情形伫，咱即马所看的即保罗去传福音的所在，就是现在即个以弗所，即个以弗所，不是这个啊，即土耳其，
即个是土耳其吼，然后即个所在大马士，所以耶路撒冷是伫即个所在，即是爱琴海，即是欧洲吼。即红色的红色即个实例个，拢总切的就是启示录内底讲7间教会，保罗无去到即7间教会，但是尾来有讲到即7间教会，表示讲迄阵的教会开始伫遐拓展去开化，加遮尔侪教会出来，所以一直到伫即个。到伫约翰咧写启示录时，7间教会已经有啊。当然，这7间教会到目前拢无半间啊吼。但是表示讲，迄阵的教会因开始有人开始去开拓教会，看到这世纪时日个，就是早时使徒时代时阵，即个保罗因伫遐设立的这教会的，以哥念啦、罗斯德啦、安提阿啦、哥罗西啦，现在这。但是你知影，土耳其目前基督徒的百分比是偌济无？恁大家袂当想象，比0.1%搁较少。1000人无一个人是基督徒，但是面通袂记咧，早时福音是为遮传出去的。保罗用尽遐尼侪心思，伫即个土耳其的所在，伫咧设教会，建立因、坚固因、训练因，然后因嘛有起接一间教会伫咧啊。但是现在拢总无，你嘛会使讲啊，这个阶段任务完成，伊已经传到伫欧洲去啊。敢是有影安尼个？祝福咱的使命，敢是安尼？毋是，我相信是后壁佫刷落去的人，真可能无接起来，无伫迄所在真认真，伫迄所在无离开主的道理，佫继续落去坚持着，才有可能教会伫遐来成长起来。咱3年前约3年外前，咱有去到土耳其的所在，教会有几啊人去到啊，咱2015年，咱教会要去行第3摆的这个路线，就是这个改革宗的路线。就是以后咱改革宗安怎来成立，长老会安怎成立起来？咱已经去过2遍，头一遍去耶路撒冷看耶稣当初伊安怎来传落去。第二，咱去保罗的路线，就是去土耳其伫遐看。所以这7间教会我拢去看去。看无甚物，拢石头啊尔，已经无去啊。敢若知影讲早时伫即个所在，有真侪即个教会伫遐来，真侪人相信。但是到目前既然遮尔贵、遮尔低比如伫遐，表示讲即个教会无人继续承接起来时，真努力去做时，就参照即摆即情形的。咱不管倒一个时代，基督徒咱拢有即个责任伫咧，咱承接。咱的先辈传好的消息给咱，咱要安怎继续传落去？你透过家己传尔，还是你会当搁去开拓教会、报道开拓教会，互伊所在搁加较侪点起来，愈来愈侪点，才有可能一直传出去。台湾哪有可能？这人拢无去台湾，要安怎传过来？因为到伫欧洲，欧洲到伫苏格兰，苏格兰到伫咱，苏格兰搁到伫加拿大，加拿大搁到伫咱北部，所以咱就是。加拿大、甲苏格兰2边的人伫迄所在传福音，互咱伫约落148年前，拄啊148年前时，福音传到伫台湾来，咱承接这前辈的即个福气伫咧。当然对后代的人，咱嘛是爱献出咱的即种贡献伫咧。咱要怎会当互这个贡献？咱要怎互咱目前一些不管3、4%、6%、7%、10%，而且基督徒会当比做偌济？会当比做几10%袂？这责任拢挂伫咱的身上。咱要怎互教会会当继续成长？咱伫所在伫遮来学习，伫遮使用装备真重要，但是嘛毋通袂记咧，要怎报道伫遐来开拓教会。我相信咱过去1年中间，咱拢有真大的这种感受伫咧，因为咱开拓1间嘉光福音中心伫咧。了了，即马才有1年半以前，咱开始，然后咱开始甲教会内底分做4大队，每队去两礼拜，伫迄所在，望会当带动迄个所在开始做一人敬拜，一直到年底时，咱感觉时间也差不多啊，就开始换做讲，有啥物人要为主做工，做当兵2年，啊，头才25个人伫迄所在登记讲，我要伫迄个所在拍拼2年，互即个嘉光福音中心会当伫迄所在来起立起来。无拍算，咱也撞着咱所做的即个厝，竟然是违建，讲台顶、讲台下，拢叫乌大空起来，咱嘛感觉真心疼。
敬拜上帝所在变做安尼，小会经决定讲，咱紧来找别个所在，还是买别个所在？咱真紧伫6月23，咱已经现场啊，表示讲这个咱已经买起来啊。教会当然有帮衬，教会帮衬只不过是买厝的2/3那定，佮有1/3，佮有遐内底设备等等遮的，还佮真大的数字。但是咱看起，咱教会有遮尔侪人参与，开始天国房屋，大家开始登记。我愿意为着这个来奉献，真紧咱就甲这个厝的这个厝就甲木起来啊！而且看起是大家愿意伫迄个所在来付出伊的时间，付出伊的金钱，付出一切的时，咱就看见这个教会开始咧兴旺。咱在周末中间，你伫第3页的所在，你就常常会当看见讲啊，因伫迄个所在顶礼拜偌侪人礼拜，才咱看见第3页底下讲顶礼拜成人有68个学生，的囡仔有这个18个伫迄个所在来礼拜，咱看见迄个所在开始伫遐咧成长啊。需要侪人的帮衬。需要侪人的道理伫咧，咱开始来背负着咱这代应该有的这责任伫咧。这是头一咱看见的这个成果，加工这个福音中心。但是我确信这毋是咱唯一的，咱阁有足侪所在，咱需要去是遐报道、去遐开拓的。毋茫咱拢会当领受这咱的福音传到咱这代，咱的责任到底是安怎？咱要安怎互伊继续会当落去？互教会伫迄所在开始，侪人会当来领受着主的福音。这礼拜有小组，咱中间有几个题目伫迄所在要讨论，包括讲你若感觉伫讨论要来开拓的时阵，你有啥物建议哦？等等遮，嘛咱今日领受着会当诚做咱的帮衬，知影讲咱教会开始拓发到伫所在定稳了安怎，爱安怎成长？啥物家己就好，无你就开始去重护。同款的情形开始去开拓，佮安怎互伊成长，佮来佮开拓，佮定稳开拓，定稳开拓，你才有可能完成主耶稣甲咱讲的大使命，互万百姓成做主的学生，完成的祝福咱当心来祈祷。主愿感谢，阮透过使徒行传看见保罗因安怎委身伫主你的经调，就看见这个教会伫遐来开始来起立起来。保罗开始用这种。旅行报道的一种政策时，就到无共款的所在开始伫遐来开拓教会。我嘛感谢主，你阮对旧年开始有这个使命，伫这嘉冠福音中心伫遐所在开拓。但阮知，伊毋是唯一一间阮来开拓的。主你阮的使命更较大，因为你爱万百姓拢真做主你的囝儿。阮需要更较大的这种开拓。互这个福音会当伫遐来广传出去，求主你帮衬，也祝福伫阮的心中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是阮要同时用主祷文三个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必成伫地亲像伫天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，无伫带阮入去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